那么这个里面呢，前面我们就是 om 的方面是什么样子呢？很多的那个中文里面都是念的都是 om， 对不对？那么 om， 然后在这个藏文里面念的话就是 om， 就这样，就是 om， 它的发音就是嘴巴这样闭起来 om， 这样的就发音是很正确的。就根据藏文来说的话，但是这个就是梵文里面翻译出来的这些咒语跟这些都是，那有一些些的那个发音上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差别，就是相当就是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但这个来说的话也是一样的，主要是念这些咒语本身咒语都是非常有加持力，然后诸佛菩萨为了一切众生发愿跟他的那个慈悲跟慈悲形成的一些加持的一些特别我们可以修持的一些，就像甘露一样的，是属于我们的，能够可以在使用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主要是自己的内心里面有清净心，然后就是发心是正确的情况下，会有一点点的差异的话，也是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在这里。问题主要就是在心诚不诚，然后就是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这个信心，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所有的咒语前面就是有 om 的意思 ，om 呢可以代表吉祥，也可以代表圆满，也可以代表威力，也可以代表加持，也可以代表悲跟心什么。而且 om 是所有一切善根，所有一切好的源头啊，就像宝仓一样的。那么一个宝藏，我们就是开矿嘛，矿对不对？矿就是我们开了一个矿的话，那就无穷尽的，就很多东西，不是说从这里找到一个植物，就是可能会少数的，这里有一个这样那样，就是开矿的话，就是有无穷尽的那种那个宝藏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它的含义就是这样。所以呢，所有的咒语前面都放这个 om， 是第一呢，就是它是一个吉祥的代表。它是另外是它是一个威力啊，然后就是这个善的威力，还有那个圆满等等这种的一个代表，它是完全就是所有好的那种善的那种来源。另一个来说呢，就是我们在著作一个书馆或者是要修一个法，都是前面要一个誓愿啊。那么在这个 om 的话，也是一个誓愿。就是要定下自己，就是发一个誓愿，就是像比如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念观音菩萨的心咒 Om Mani Padme Hum 是，从 Om 的开始的时候，我要念1亿遍的观音菩萨的心咒，这样一想的时候 ，Om 就是你好像就是已经是发下了一个誓愿，你就是在接下来会有一个坚定的会圆满，一定要圆满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就是有一个成语啊。成语就是一切事情的起途是非常难，做任何事情就是没有在开始做形成之前是很难的。那么一切事情做的过程是有一切的话要讲话的话，一切讲的话的话，话的那个前面起途是很难的。比如说有几个人里面今天要讲个话的话，从哪里开始讲，从什么开始讲，这个是非常难的。做事情的话，就是正在做的一开始是比较容易，但是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的。修行呢，就是一开始也比较容易，但是最后修持圆满才是最难的。所以讲话要前面难，做事情中间难，修行最后圆满才是最难的。因为这是什么意思？修行那么就是一个修行人修持的情况下，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心，才可以修得完的。不然就是修行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所以就一切都是要靠自己的一个坚定心跟一个自己的这样的坚强跟坚定心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力量，才可以继续走下去，而且是会修持圆满的。所以呢，就是 om 是代表全部，就是做任何事情，或者可以修任何法，或者是念任何咒语的时候，它是前面我们就是著作一本书的时候，它就是有个试验一样那个法的愿，就是我一定要做完这个书，没有做完这个书，我永远不会放弃，这种的发了一个愿一样，然后就 om 就是也是可以代表这样的。那么第一个 om 又是一个后面会有更多的咒语会出来，所以就是 om 是为什么代表了一个宝藏一样的。
那么就是后面就是会有更圆满的，就像比如说 Om 阿吽本赞果的贝玛色的吽 Om 阿吽波都知道玛哈斯干加那达达 Om 热热热的吽就这样，每一个里面最前面都是有 Om 的原因是这样，所以这个 Om 接正嘛，跑马卓玛拉相差了，藏文里面是 Om 接正嘛，跑马卓玛拉相差了，就是拉就是对的意思，差罗就相差罗就是顶礼的意思，然后 Om 接正嘛就是至尊母，跑马卓玛就是圣母，卓玛就是度母。所以这样的这个里面呢，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母呢？因为它是一位女性的佛，所以呢就是会出现那个母的意思，就是原因都是这样来的。那么一种那个尊敬的一种含义。那接下来呢就是经礼，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修持21礼赞文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对21度母供养，然后呢就是对21度母做那个顶礼这2个含义。所以这个来说的话，也是最迅速能够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生苦役消除业障，能够圆满福报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仪轨。结成宝马卓玛见见我，一动的那个你要的手。